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嘅短片。今日教導如何建立 Google 嘅電子郵件帳號。第一步，快速雙擊左鍵，以打開其中一個瀏覽器。第二步，點擊瀏覽器上方網址，然後輸入 google.com 後按 Enter。第三步，進入 Google 網站後，點擊右上方登入鍵，然後點擊建立帳戶，再點擊個人用途。第四步，喺相應位置填寫申請人中文或英文姓氏及名字，填妥後按下一步。第五步，喺相應位置填寫申請人生日同選取性別，填妥後按下一步。第六步，選取一個 Google 推薦你嘅電郵地址，選取後按下一步。第七步，喺相應位置填入你嘅密碼，呢個密碼需要英文同數字混合，並且8個字以上，填妥後按下一步。第八步，使用手機掃描二維碼。第九步，掃描二維碼後 ，Google 會要求驗證電話號碼。我哋點擊傳送簡訊。點擊傳送簡訊後 ，Google 會要求打開另一個應用程式。我哋點擊允許。點擊允許後，我哋會去到發送簡訊頁面。此時按傳送信息就可以成功驗證。第十步，我哋返到電腦瀏覽器，此時會跳轉到新增備援電子郵件地址嘅步驟，我哋選擇略過就可以。第11步，確認你嘅電子郵件地址後，按下一步。提大家，我哋需要謹記自己嘅電郵地址及密碼。最後一步，閱讀隱私權與條款後，點擊我同意，即可完成申請。此時會自動跳轉到 Google 首頁，